Hello，你好嗎？瑞典醫生嘅藥方係去旅行。的確，去旅行嘅時候，放下社會賦予你嘅角色。旅行唔會解決你面對嘅問題，反而專注去面對佢。你會發現，我哋每日生活依賴住嘅係習慣去生存。熟悉嘅面孔、街道同習慣，成就你今日嘅你。每日處於唔確定嘅狀態下，逼住你計劃每一日嘅時間同目的。有時候你會蕩失路，遇到唔如意嘅事會令到你唔舒服，而唔係每一個旅程都會跟住你嘅計劃而行。喺埃及遇到南非人，佢去好多地方都需要簽證，突然間覺得香港護照去咗好多地方，好幸福。雖然我哋唔能夠改變我哋嘅身份，但我哋要更清楚自己真正需要嘅係乜嘢。我鍾意周圍去遊歷，但係都係鍾意香港。你覺得呢？希望你揾到屬於你嘅生活模式。